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只是挂一粒喙罨，竟然有老师的管教伤过超过。这是发生伫台南的托婴中心，讲有一个小男童喙罨挂无好势，这个保育员就甲这囡仔拍手底啊，那这个互拍尔尔，保育员佫甲一个2、3岁囡仔甲踢，害这个囡仔跌倒趴伫个涂骹，影片一个现光，引发着众人的愤慨。啊，讲这个保育员顶礼拜已经甲头颅撕掉了。 幼儿园的保育员行到弟弟的身躯边，想用手甲伊拍几下个，然后捡涂骹一个喙罨起来，搁再出手拍囡仔的双手。台南一间托婴中心疑似查甫囡仔无甲喙罨挂好，就安尼粗鲁对待，流出来画面。那这段将细仔查囡仔对野顶甲伊拖出来，一个手势甲害出去，还有这段敢失去的画面。小朋友互人害伫个地板的。 唔知是毋是咧闹咧乱，才有保育人员出来管教，但是画面来看到的动作，确实拢上粗鲁。我就有发现我们家小朋友接回来耳朵有淤青的状况，看这些影片，自己爸妈内心会有一些疑虑，对，然后会想要厘清。 代志就发生伫台南中西区一间托婴中心，园方表示第一时间并唔知影，社会局通报了后，马上请保育员离职。要会，然后也要调影片看看。这个老师当然就是有不适当的那个一个作为啦，对啊，是，所以我们才有请他就是先离职的动作。囡仔拢是爸母的心肝宝贝，任何粗鲁的举动。 爸爸妈妈拢无法度接受，这间托婴中心是毋是还阁有其他无适当体罚的情况？社会局嘛已经介入调查。